咱今仔日来上一份重要，足好，因为即摆是自家因为中央是主师所写的，以及修道各地有写的，所以主师是孔子的孙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讲三方面了后，讲一手讲，有主来讲，那么有主呢，就对好的成东西。咱儒家的修学道是对好的做起，中央一本册也是拢全写好的，称赞文龙、清风尊称赞来说，所以这是孔子甲伊的孙仔祖师所讲出来的代志。安静呢，拄好的心来到台里，也互即摆社会不做所有的这人生呢。而且好德确实失去作者，所以来提倡好德，咱用心咱的前进，来实现咱大家听一份重要，我唔爱来参加，我一直来参加这款，听来感觉是舒服，发生真来就舒服。那所以呢，分析咱的才开始长大，中不偏，中不学业，中是听性格。用一些特点，我讲以正的修完者然后我从对好的一开始做到特点的这个各位，所以是咱一定来对这份重要，较会感悟的研究以前我听你讲过，希望还有是法律之中，还是该讲一大有事，讲也是听是日本，话也是听是特点，地中。所以日本呢，伊头讲呢，中央对于有开始就讲讲了上天之在，无心无形智对天命之行，心之都行都行开始比较就是所以呢，祝福咱大家通了解，要让咱已经好多来面对大家，用心来实践事业，来经营。好的，就是以为是基本，儒家讲最悬，讲到前面所以呢，这个主讲曾经把孔子称为孔子，孔子有智名言节强，可谓是以后孔子，不属于言病也行，要属于名字，所以呢，是因为好的咱若做起，人就做出来，人若做出来。咱信没有问题这是咱今日咱一贯天道的地主，大家所5万的要朝圣了事，只存轮回，都是言话没有老心肝。所以呢，我而且再三来恳求，咱大家回来有时间来研究，确实这本就是儒家的精髓。儒家的精髓所以呢，来讲，都是不管是做天是不可以，是天没有必是不可以，所以都不带是天但是呢，伊所付回来的条件，拢是咱拿来的，所以都是人喜欢，支持人去谈的，工作是人去做，要生生源是咱家己。我嘅朋友我讲，我人心存一条件，心存这都是。咱较早来艰苦，即摆呢会使放手来去这边，较等的。普遍理念都是来讲，我的前高班，伊讲过去这档大，后天的大是头前天是头会调不了，即摆前头了后4个灯，先天的头前，后天的这个叫我们大家会当比较好。今天当然最好的一个纪念者，老师今天都是天意，谢谢。
所以说吼，所以讲佛法哪款有细老师出现吼，佛法的安，因为讲的内底拢是咧讲迄个精髓重点，啊，相信你几句话内底咱嘛了解一点，讲较实有影，咱规中用内底慢慢来去深入到咱的生活内底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，啊，咱就要出来等啦吼，啊，所以佛法，吼，啊，就这个课程这个讲到这，吼，啊，而且祝咱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也顺利，吼，身体。